日本動畫製作公司 MAPPA 喺1月底喺 YouTube 發布影片，題為 MAPPA Works 2025，片長2分鐘，回顧過去1年嗰間公司製作嘅動畫。背景音樂係 Seven Figure 演唱嘅 Hey Crush。影片採集多部作品嘅剪輯內容，好似蒙太奇大集會，總合成一段 MV。影片描述話 MAPPA 懷住動畫長留觀眾心中嘅願望，每日製作動畫。咁樣嗰條片應該係 MAPPA 嘅展銷短片，陳列得意之作。將呢條片同現今動畫嘅熱潮合併嚟睇，可以一睹當今觀眾嘅喜好同埋動畫公司嘅製作前景。MAPPA Works 2025輯錄嘅作品包括《凡爾賽玫瑰》、《亂馬2分1》、《佐賀偶像是傳奇》等等。其中3部作品出鏡最多，分別係《鏈鋸人雷傑篇》、《咒術迴戰》同埋《拉薩路》。尤其係佢哋嘅動作畫面，整到條片繽紛熱鬧。《鏈鋸人》同《咒術迴戰》廣受矚目，唔使多講。同佢哋分佔相等片段時間嘅《拉薩路》喺收視唔係平分秋色，未必有好多動畫迷注視。佢係一部原創作品，一共13集，講述美國政府組織一個秘密小隊，執行拯救世界嘅任務。成員嚟自5湖4海，各有專長同埋背後故事。拉薩路包含嘅元素係動作、懸疑、陰謀論、末日恐懼等等。嗰部作品最突出嘅部分係揾嚟 John Wick 嘅導演兼特技人 Chad Stahelski 擔任動作設計。劇裏面包含唔少 parkour 紮實嘅武打場面。肢體動作細膩豐富，非常精彩。喺近年屬別開生面，劇情仲算吸引，逐步揭開謎團，只係結局草率，令全劇嘅佈局顯得故弄玄虛。但係喺結局之前，呢套劇一直冇獲得好多關注，遠比《鏈鋸人》同埋《咒術迴戰》遜色。截至1月底，喺英語世界嘅動漫版維基百科網站 Anime News Network 裏面，拉薩路獲得109名用戶投票。投票數非常低，平均分亦只有6-7分左右，滿分係10分。點解呢？我真係唔知點解。硬係要分析嘅話，或者《鏈鋸人》《咒術迴戰》係漫畫改編之作，喺劇情、人物等方面預先俾動畫觀眾期待，可以話漫畫係動畫嘅宣傳品。拉薩路係原創，冇呢種預先張揚嘅材料。論動作，拉薩路比起其他2部作品，以至目前流行嘅作品精彩得多。唔係只憑勾勒線條、角色晃動，觀眾完全睇唔清嘅畫面呈現動作嘅繁複同激烈，但係嗰啲特色竟然無法留住觀眾。論劇情唔計結局，拉薩路嘅懸疑成分重，足以有引人睇落去嘅潛力。反觀其他2部作品，可以話全由人物嘅鮮明個性承托，故事結構、敘事手法冇比拉薩路出色幾多，甚至更加單調。但係喺社交平台上面，總有人討論鏈鋸人邊個角色嘅計劃，咒術迴戰邊個角色嘅秘密，而未見人同樣咁樣談論拉薩路。打鬥環節值得特別談論。近來最多動畫觀眾談論、剪輯再分享嘅，莫過於咒術迴戰第3季禪院真希大鬧禪院家一段。嗰段的確令人睇到血脈沸騰，但係論動作嘅精彩，佢不離以大場面烘托1-2個人物，以圓目誇張嘅招式刻畫打鬥嘅激烈狂野，於是動作細節、功夫嘅合理性幾乎唔使講，咁樣都最終獲得大眾歡迎。有人話嗰集向 Kill Bill 致敬，喺佢哋心目中加分，但係論致敬就要明白談論嘅對象，考究致敬嘅性質係乜嘢。例如，第一，類似某啲文學作品嘅用典，以文人之間嘅內部語言呈現佢哋認定精彩嘅領域。其實係賣弄自己嘅才學。第二，冇原創，唔想冒險，承襲廣受歡迎嘅名場面，叫做致敬，其實近似抄襲。同呢啲相對嘅拉薩路類似功夫片嘅動作場面，自然係另一條進路，竟然都掀唔起話題。難怪鋼之煉金術師、劍豪生死鬥之類仔細呈現動作嘅作品，喺大眾娛樂面前屬於高成本低效益。還望製作方知道仲有動畫迷認真鑑賞真功夫，仍然創作相類作品。拉薩路嘅目標市場除咗日本，顯然仲包括歐美。故事裏面包含同性戀、刻意交代嘅變性人，呢啲特性並唔影響劇情，明顯塑造多元包容，走 DEI 路線，一如過往10年嘅美劇。咁樣係咪為咗滿足某啲平台嘅上架門檻？能唔能夠塑造嗰套劇多元共融進步呢？無從稽考。
但係喺動畫嘅領域，從來冇聲言種族同埋性別多元，而係創作人基於劇情需要同埋追求橋段、人物創新，自然喺作品裏面呈現多種族、多性向、非傳統性別關係等元素。DEI 似乎冇令拉薩路叫好叫座，呢度唔係話 DEI 有乜問題，而係喺觀賞動畫嘅範疇，DEI 並唔係影響觀眾興趣嘅元素。存唔存在並唔構成某部作品嘅成績較好或者較差，佢哋更加重視其他元素。目前為止未有具備公信力嘅調查考究動畫迷嘅喜好，我都冇辦法代表大部分動畫迷指稱佢哋中意啲咩類型嘅作品。就關注程度分析，有啲動畫製作嘅方式吃力不討好，能夠掀起話題，短時間之內引人注目嘅，似乎可以帶動唔錯嘅成績。MAPPA 喺年度總結影片裏面仍然俾拉薩路佔據多格畫面，表示不論收視，MAPPA 視佢為舊年嘅重頭戲，亦力保佢哋公司製作動作片嘅招牌。希望 MAPPA 以至其他製作商唔會失卻信心，了解百貨應百客，包攬多樣元素，開拓唔同類型嘅作品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